政府力推名人行销观光，继1月白冰冰、2月陈文茜、3月推广港澳旅客市场。原先打算邀请邓紫棋、林夕担任3、4月观光代言人，但后来改邀香港文化之父荣念曾。观光局长潘恒旭昨接受电台访问时也透露，是因为这个原因，邀邓紫棋代言破功。为增加高雄能见度，满足各个族群需求，几乎每周都有名人、明星前来。但3、4月原定调为香港月，当时市府还计划邀请人气歌手邓紫棋、知名填词人林夕担任代言人。不过，此计划随后遭邓紫棋经纪人否认。对此，观光局长潘恒旭昨22日接受快乐联播网访问时说，因有人推荐蓬莱祖师级的香港文化之父荣念曾更适宜，所以已经确认3月观光代言人是荣念曾。至于邓紫棋当代言人破局，潘恒旭解释说，因为邓紫棋有经纪约，冠名赞助需要花钱，本来就是希望不花钱请代言人需要钱合作的关系，不是我们想要经营的长期关系。